1.5米嘅，上面咧做咗一個係90嘅3尺床嚟嘅。香港嘅小朋友房間更加要一房三用，榻榻米地台做咗個可以收納啲玩具嘅櫃桶，床頭呢度咧都係做咗收納空間嘅。利用咗飄窗做書台，學習空間都可以搞掂晒。書房直接一面牆做咗書櫃加書台嘅，呢一整面咧都係做咗玻璃嘅，可以顯到空間咧更加通透同埋闊落嘅。其實我哋嘅訂製家居唔單止係價格優惠，而且係更加了解到客戶嘅需求，可以利用到你屋企每一個空間做到極致。裝落去嘅唔單止係物品喎，更係一家人嘅舒適同埋幸福感啊！我喺中山做咗10幾年家私嘅鄧小姐，如果你想做全屋整裝嘅，歡迎評論區留言同埋私信我喎。